正道的题目是安息日的意义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恳求你透过这段经文，使我们看到律法，使我们自由的去爱，教导我们这样的真理，帮助我们的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，胜过文士的义，也让我们认识律法跟安息日真正的意义，引导我们过着一个守律法而不堕入律法主义，享受安息而不堕入枝节里面。求主赐福引导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2章1节到3章6节，耶稣一共跟5次的冲突，每一次的冲突是越来越激烈。今天所读到的是最后2次冲突，冲突的结果，他们就联手准备把耶稣杀死。而后面2次我们一起讲，是因为这2次都发生在安息日，所以整个的问题是怎么去了解安息日的意义，怎么去了解律法。那我想我们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小心，我们就会堕入律法主义，而却不守律法。如果我们教会堕入传统主义而不守传统，那是很悲哀的。所以我在这里先讲解这2个意义，简单谈一下。传统是美好的，我们的祖宗所留下各样的智慧、精神、意义，这些东西我们要谨守。传统主义就不一样喽，传统主义就是我们要戴古人的帽子，过古人的生活，穿着、行为、言语都要照字句跟古人一样，那就很悲哀了。那这整个就不一样，律法跟律法主义也不一样。那这个故事发生在安息日，那时候耶稣他带着门徒，结果他的门徒实在太饥饿了，饿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就经过麦穗的时候，耶稣的门徒就掐麦穗，掐了以后就放在嘴里咬了，来止饥，来止饥饿。这件事情被那些窥探的法利赛人，他们看了以后就哇，就开始攻击耶稣。其实耶稣的门徒做这件事到底对不对？根据申命记23章25节说，你进入了邻舍的禾架，就是他们的卖场，你可以用手摘麦穗，只是不可以用镰刀去割取禾架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以前有田有地的人呢，大地主他的麦穗成熟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很饥饿，经过那里，你去那里帮忙工作什么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呢，那个牛在那个禾场上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在踹鼓的时候，你不可以把它的嘴拢住。意思是什么？你对一只牛它在帮你耕种那个负重那么累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再把它的嘴拢住，它饿得要死要活，你这样对牛不牛道，是不是牛道还人道你对牛不牛道如果你请他工作或者走过麦穗的人，肚子塞饿了，你就让他吃一点嘛，不会把你的全部但是用镰刀就不一样了，用镰刀是准备全部都割掉呢，然后装起来带走呢，不可以耶。这样了解肚子实在饿到受不了了，你吃一点这样子不可以带走这个观念。所以耶稣的门徒根本没有违反律法，可是他们就拿另外一个经节，就出埃及记34章21节，你6日要做工，第7日要安息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。这2个有没有冲突？没有冲突啦。一个是饿到受不了的时候，人道主义嘛他是说不行，但是耕种收割那是指着我要赚钱嘛，这2个不一样，对不对他硬要把它冲突。所以那些法利赛人就把矛头指向耶稣，耶稣
你你管教无方啊，你任凭你的门徒撒野啊。所以就在这时候起了冲突。那耶稣的回应就是怎么样？他说：“来，请问大卫跟随他的人在缺乏饥饿的时候，他们做了什么事？饿到实在受不了了，要打仗啊！全身饿到花分，那准备被杀死啊！怎么办？没有地方吃，剩下什么？祭司的那个会幕的祭司所吃的饼，那只有祭司可以吃呢。结果大卫就拿来了吃了，又给他的部下吃。你知道那个饼，除了祭司以外，人都不可以吃的。哦，面对法利赛人的挑战，耶稣就讲了这个故事。耶稣为了维护自己跟门徒的荣誉，他采取反攻的。然后他说：“你们没有念过吗？”意思是说，你们这些人圣经根本不熟悉，你们的记忆根本不灵光，你们搞错了。我的门徒是忍受饥饿到受不了，就很像当年大卫打仗的时候是忍受受不了。我跟我的门徒是做上帝的工啊，你怎么把它讲成那样子 ？OK， 这样讲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耶稣用犹太拉比的解经法，把旧约的故事当作后来事物的预表。大卫，你知道吗？大卫是君王，所以跟随他人有自由。那耶稣基督，我是人子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我也有自由，跟随我的人有自由。所以耶稣最后讲出了真正的原则。他说：“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”换句话说，耶稣是回到律法的立法精神。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谈这个立法精神。所以律法是为了人的益处。所以把对人的体谅放在第一位，上帝怜悯人，有爱心，更胜于绝对的守法规。这一点真的。然后耶稣又说：“我人子，我是天父所爱的爱子。”我在受洗的时候，天父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人子是具有权威的，所以我最配做上帝的代言人。而我现在来讲，我是安息日的主，所以我的门徒有这种自由。好，这件事情，那些法利赛人冲突了以后，含羞而退，他们觉得很不甘愿。他们从来没有把耶稣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，而且说安息日为人设立的，这两个他们都无法否认。可是他们心服口不服，他们就怎么样？对耶稣更加敌视。有些人听见真理，却产生怎么样？扼杀真理，而且要把讲真理的人要把他杀掉。所以他们就对耶稣更加敌视，就遍布的侦探，要来窥探耶稣的行动。第二个主日又来了，耶稣又进了会堂，那里有一个枯干的人的一只手。好，他们就说：“耶稣啊，你是一个大能的医治者。我看你敢不敢在我们的窥探之下，用大无畏的精神去医治这个人？”他们要找茬，一定要把置耶稣于死地。你知道吗？他们怎么做？耶稣呢？你知道吗？他们的窥探的时候是鬼鬼祟祟、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。可是耶稣呢，就公开的大庭广众，请那个人出来说：“起来，站在中间。”然后呢？站在中间，其实耶稣是公然的挑战。他说：“在安息日行善行恶、救命害命，哪一样可以呢？”哇！这句话一问的时候，法利赛人马上怎么样？灰头土脸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答案太明显了嘛！行善，当然什么时候都可以行啊，安息日更要行啊。救命，什么时候都该救啊。所以阻止人行善跟救命根本不合上帝的旨意。所以耶稣讲这句话，就使他的医治合理化，而且他的医治的大能就写明：我是为生命服务，我是施行救恩，我是代表上帝来做。哇，他们真的哑口无言。这样做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来，把手伸出来。”他就解决了，那个人就医好了。
可是事实上，旧约里面跟文士都允许在安息日医治病人，而且是医治病危的人。现在他们争执就说：“这个枯干的手，他已经枯干了20几年了嘛，再多一天有什么关系？隔一天就好了嘛。”可是耶稣的看法不一样，耶稣看法说：“他已经痛苦了20多年了，为什么要让他痛苦多一天呢？”这样了解吗？这两个完全不一样，动机完全不一样。好，结果耶稣的命令就出来了：行善、医治、为生命服侍，然后带来救恩。结果就法利赛人就去找他们最痛恨的人，法利赛人最痛恨的世仇，就希律党的人。这两党是不共戴天的世仇，因为希律党的人在政治上拥护希律，拥护以东人来管我们犹太人。那这些人是犹奸呐，你知道吗？出卖中国人叫什么汉奸嘛？这些犹奸，所以法利赛的意思是 separate， 我跟他们是划清界限，我绝不跟犹奸搞在一起。这些人服从罗马帝国的犹太人，宗教上又属于撒都该人的，这些人卖国节嘞，不屑跟他往来嘞。但是这个法利赛人为了雪耻泄恨，他们跟魔鬼也要在一起了，就这样子来，就朋比为奸。他们要借着政治的势力来对付耶稣，设法铲除耶稣。好，从这段故事，我们简单来反省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律法的真谛。耶稣因为守安息日的律法跟法利赛人冲突，可见耶稣对律法到底是什么态度？犹太人非常的尊敬律法，他们看他们律法是生活持家治国的根基，他们甚至相信这个律法在摩西还没有颁布以前已经存在天上的，那是永恒不变的律法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这样子到底对不对？当然对呀。可是律法不应该孤立一条一条去看，应该整体的看整个律法的精神。来，我们了解律法的精神怎么颁布的。以色列人本来在埃及为奴啊，他们没有生命权，对不对？他们也没有婚姻权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们在那里，他们没有任何资源的网络，他们是奴隶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没有财团支持，也没有党政军支持，对不对？他们什么都没有，他们没有这些背景，他们唯一的背景就离乡背景，然后被操的半死，甚至生男孩要掐死。这个简直在这 OK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神拯救他们了。神不但拯救他们出埃及过红海，而且在西乃山给他们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奴隶要自由，最难搞的是他的奴性，裸才行啊。所以这些人在埃及为奴了以后，请问他们会不会受害者变成加害者？我以前被人家当奴工，现在我掌权了，奴隶别人。他们以前常常被杀，掌权了会杀人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们以前的婚姻被辖制，现在掌权了，会不会婚姻乱来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10诫里面，第1诫到第4诫，尤其第4诫，那第4诫的律法是什么？安息日有2个动机条款。第一个条款就是你们以前被法老压制，法老是神，现在你们要得自由，以耶和华为神，所以安息日就是敬拜上帝的日子。你们以前被奴役，所以安息日是休息的日子。所以《申命记》5章就讲到，那是一个非常美的条款。好，所以不要孤立的看一条一条的条文，而是整体来看，你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，然后呢，你们成为上帝尊荣的儿女，所以你们要行出来的行为，就成为上帝儿女的尊荣，上帝儿女的威严。那个威严就是你们不杀人，保护生命；那个威严是保持婚姻的圣洁；那个威严是你们成为工作的主人，而不是成为工作狂。这些都非常美。好，耶稣基督把这个律法整理成2条：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，
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第1条到第5条，然后爱人如己，第6条到第10条。换句话说，整个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嘛，那是大诫命嘛。结果呢，他们把律法搞成什么样子？好，我们来看耶稣也守律法，生下来他就受割礼，第8天受割礼，奉献给上帝，12岁跟去耶路撒冷过节，然后呢，他也纳税，他等等都守了。耶稣的告诉人，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，而他本身是要完成律法，使律法恢复到它原有的作用、意义、圣洁跟光辉。他要恢复律法的精神，所以律法的精神使人活，使人有生机、有能力、有智慧、有自由、有尊严。但律法的条文会把人杀死。举个例子，安息日本来就是不可做工，结果他们规定安息日只能走1800步。你知道吗？我如果从家里出去，我走了901步你知道吗？我还差2步在门口就不能进去了，就在那里，就不能再走了嘛。你了解吗？那这什么律法嘛？那怎么办呢？只好找人来帮我把它扶起来，更几米。这个是很细节的，他们不能弄的细节，太可惜了。所以耶稣就举了，请问大卫他有没有死板的守律法？他有没有吃圣殿只准祭司吃的饼？他不但吃了，而且给学童吃，就会没有说他不对。你们法利赛人也不敢说他不对。既然是这样，所以安息日为人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的门徒因饥饿而掐麦穗，这个合圣经嘛，合经文嘛。所以新约也有律法，耶稣基督叫我们从爱去守爱的新的诫命，爱主爱神。而法利赛人忘记了约的精神跟背景，仅从文字成为法匠，成为玩耍律法，就律法变成律法主义，把它条文化、框框化、僵硬化，束缚人，然后损害人，就很痛苦，实在是变成法匠。我有一个朋友是个有名的律师，他跟我讲说：“陈牧师，我在台大跟台大的研究所，整天就在教我们如何玩法，而忘记律法的精神、法律的精神。”结果这个弟兄他觉醒了，他有一次敢抗衡谁？抗衡林洋港司法院长的关说，他把他录音起来。结果他他拒绝以后，你知道什么背景吗？他马上调到花莲去，他太太被调到澎湖去。检察官他就辞职了，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。那时候跟他一起辞职的还有一个人，就是高新武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大妈。这几个人很有格的人，他是基督徒，他说我不能说谎啊，我不能因为你长官我就违背法律，而且法律司法官要怎么样？要独立审判你不逼我不独立审判，替你关说那怎么可以？类似这种的。好，律法跟律法主义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来看安息日的真谛。安息日，以色列人对所有律法里面对安息日情有独钟。情有独钟到个地步。规定什么什么，然后呢，你身上这脏了也不能把它拂去，哎呀，吃东西掉了也不能用卫生纸擦，因为那是做工，昏倒不能刷牙，哇，特别是变成安息日变成形式主义。其实原本的安息日是为了神道，出埃及记第20章，因为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6日，第7日就休息。所以这时候是一个宗教性的律法，要我们去思念神的爱，欣赏神的创造，赞美神的荣美，仰望神的圣洁。这些都很好，使我们礼拜天就延续这个精神，就是要来敬拜上帝。另外一个呢，《申命记》第5章是一个人道的条款，是合乎人道社会性的，要他们要什么？你们要工作6日就够了，第7天休息。不但要休息，你们家的奴仆要让他休息，你们家的牛跟驴也要让他休息。换句话说，人不可以变成工作的奴役，也不可以奴役人，也不可以利用工作改变整个人际关系，压榨人。
然后使贫富越来越差距越大，然后借着营业使贫富悬殊。我在台北牧会的时候，对几个会友开公司啊，把他的员工薪水7万，劳保就有2万2。他说我帮你省税，我跟他讲说什么省税？万一他因公出问题的话，请问劳保局给他的或者失业条款给他多少钱？2万，而且打6折，剩下多少？1万2，省什么税啊？你不讲坦白点，省掉你业主要负担的吧？他脸就绿了，又不跟我讲话。这个不要去剥削人嘛。那我女儿研究所毕业，她说她要做爱护弱势者。我说你要爱护谁啊？她说台湾的外籍劳工，所以她就去考进专门关系外籍劳工的。她发现台湾好多人很善待外劳，都不称他是外劳，都称他是我们家的管家。我就很尊重他们，但是也有人整天压榨的。那我女儿都接到那些电话，接到所谓的4亿元的电话，专门帮雇主关说，她听得很心寒。还有一些很爱主的基督徒也在做压榨里面的帮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安息日是人道的条款，换句话说，安息日是个人性日，我们自己要善待我们自己。安息日是个家庭日，有盛会，全家一起崇拜，然后呢，崇拜完了一起休息，一起去家庭日，一起去玩，去欣赏神的创造，都很美。也是个宗教日，放下工作来颂赞神的恩德，赞美神奇妙的作为，感谢上帝的恩慈，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全家一起来崇拜。所以我很盼望荣光堂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崇拜是分批来崇拜的，了解吗？就是固定有一批人就是不见了，然后又很像圣诞灯泡了。圣诞灯会不会一直亮？不会，亮一下就熄了。所以我要来这个教会认识人我们的会有200多个，怎么来了一次又熄了？几个礼拜又来了，那打电话给他，他说你干嘛找我？我说我关心你，牧师我来以后就会来，不用你关心。我说我想知道你有什么困难了，需要为你代祷了，不用了啦。其实教会是大家庭呐，所以我们期望教会的人崇拜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带你全家来？带你全家来是个家庭日，然后崇拜完了以后，下午可以全家去玩或旅游都可以，那是个很美的日子，是家庭日。而且如果我们荣光堂愿意每次都邀新朋友来，或者家族亲友来的话，我们教会真的可以把它做满。好，第3个我们要提到的是，我们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。耶稣到底是个守规矩的人，还是专门搞破坏的人？耶稣到底是一个违反传统的人，还是反对传统主义的人？来，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人只是安息日的主。所以耶稣要那一群意图控告他的人，要想到说，安息日上帝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我们爱神爱人嘛，不是死守这些限制的条文嘛，是要我们思想神的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安息日就应该领受神的恩典慈爱，然后呢，以恩待人，以爱待人。所以应该是崇拜的时候，使我们更加彼此相爱。前几天我遇到某一个大学的那个学务长，他以前在跟我同教会，他说我最恨我爸爸妈妈了，礼拜天都在家里打麻将，然后逼我们来教会，不去教会就打，我们都被他赶到教会来。所以他说我只要离开父母，我就不再去教会了。结果被我们再把他找回来。我这个弟兄是还蛮可爱的。上帝的爱在世界宣扬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从这里我们就发现，我们要诠释上帝的旨意，不可以扭曲，不可以僵化，不可以繁琐，甚至不可以绝对遵守啦。
要有弹性呢、对不对？要有弹性呢、我尤其那个我女儿大学毕业后，几乎有5年很难崇拜呢，只有回到家才有机会一起崇拜。为什么？他当实习医生根本不可能，当住院医师，你知道所有假期都是住院医师留守。然后现在到台南了，当了主治大夫了，可是还是最低阶的。为什么？人家都比他资深，所以重要假期主日都没办法来。那怎么办呢、就弹性嘛，他是为了要救人嘛，对不对？又不是要那个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耶稣基督治好那萎缩的病人，就是凸显安息日的精神，真的去爱人。结果你有没有发现，法利赛人他把空闲的时间拿来窥探耶稣，来控告耶稣。这耶稣在治人，这两个完全背道而驰。所以耶稣因为他们缺乏爱心而悲伤。耶稣在安息日行善，他们在安息日作恶。耶稣救人，他们要杀害人。然后呢，耶稣行的神迹没有改变他们的态度，他们不洁净自己的心去爱神爱人，反而跟不洁净只顾政治利益的希律党人商量怎么杀害耶稣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从这里来讲，我们真的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真的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。我们的信仰的盲点是什么？耶稣要我真正改变是什么？我敢不敢放下成见，学习用耶稣的眼光去看这世界？耶稣的公开生活就逐渐的被带入悲惨的暴力的结局。好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要胜过这个？我们再来看，在安息日耶稣的治病，其实对那个手萎缩的人，他想到说，耶稣遇到我，他不让我多一天的受苦，他的怜悯跟爱何等大！这个安息日是何等令人敬畏的安息日，他所展现的力量是何等令人敬畏的神圣力量。而且我的苦情被了解，我已经痛了20多年了，而周遭人说你不要来嘛，安息日不要来嘛，你手都残缺，你没有资格敬拜上帝嘛？这样了解。所以安息日的敬拜跟仁慈的上帝是连接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要感受耶稣的同在，耶稣跟我们一起共同面对问题，耶稣跟那些不被理解的人同在，耶稣他的行动撼动那些需要被了解、被帮助的心灵，耶稣就是这样的体会这个。所以耶稣所治好的是一个长期背负无奈、痛苦、充满了苦情的人，而这个人却对上帝的信实不灰心，还愿意来教会崇拜。所以，在手已经枯干多少年来都没有被上帝医治，还仍然对上帝保有信心。请问耶稣爱不爱这种人？爱啦！珍惜不珍惜这种人？珍惜啦！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安息日帮助更多人。真的，我以前我一信主的时候，我就认定，如果主日崇拜只有我自己去我是极其自私的。所以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崇拜的。礼拜六，我们那时候礼拜六要上课，礼拜六跟我做实验同一组的，物理实验同一组的，要不要来教会？要不要来？我们有什么演讲都一直邀人，然后宿舍邀人。我常常一去教会，至少都带8个人。那如果我都邀不到了怎么办？我们教会在台中忠孝路68巷12号，我还记得很清楚。我就跑到中兴大学去邀人，就这样一个一个邀。有一个人被我邀的时候，他住1楼，看到我吓死了，逃到2楼。那我又走上2楼，他又跳上3楼，最后他跑到5楼去，结果他用棉被盖起来。那我进去，这里怎么有人盖在棉被？我说妈，掀起来。他说好，跟你去。结果人就信主了，好可爱。但他也不用那么紧迫盯人求主帮助我们，每一次都邀请人来。
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恩待我们这些人是一个守律法的人，但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人。主啊，恩待我们知道律法是使我们得到尊荣、得到自由、得到尊贵，也帮助我们能够守尊贵的律法。亲爱的主，也帮助我们能够守安息圣日，使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更新，能够敬拜上帝，瞻仰上帝的荣美，也透过诗歌也得着医治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敬拜的教会，是一个充满感恩喜乐得着医治的教会。亲爱的主，也帮助我们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帮助我们不要僵化，不要框框，不要繁琐，不要整天辖制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释放人的人，对人有恩的人，对人有爱有怜悯的人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